一个人的美丽，并不是容颜，而是所有经历过的往事，在心中留下伤痕褪去，令人坚强而安谧。所以，优雅不是训练出来的，而是一种阅历；淡然不是伪装出来的，而是一种沉淀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人永远都不会老，老去的只是容颜。时间会让一颗灵魂变得越来越动人。请支持我，请点击 subscribe， 再按小铃铛。按这里看更多同系列影视。